兄弟姐妹們下午好，今日來到這裡喊做飛揚超長哦，呢個老闆落線個好靚哦，6、7重哦，一個起到好高，個老闆好年輕啊，大家都學習做老闆，很會，希望阿公保佑佢，明天乜個點落線個啊，老闆？4點半的延時哦，延馬不停講落線個。先做大門良善去哦，做進人丁要精彩哦，進去家門多富貴，進進家中添精彩哦，人旺福旺財也旺哦，做順滿和福滿堂哦，做順後台好名堂，一台來比一台強，後來幸福嘅做到山高水漲，財丁兩旺，日日都旺，日日都旺，年年都旺，旺起人丁旺起財，旺進家門多富貴，旺進家中添精彩，人旺福旺財也旺。做順滿眼福滿堂，做順後台好名堂，一台來比一台強啊！台出要做官郎，台出要老闆樣，台出要創業郎，一台來比一台強，下數重重來，保佑老闆你落嚟幸福嘅，看到錢要萬百起來啊！